最近寒毒发作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看我不久人世了。怎么了？怎么还不睡觉啊？这么晚了，来找我干什么？啊？哎，哎，你去哪里啊？哎，喂！这是什么地方？尸体，好臭啊！死了好久了。这里有焚过的痕迹。啊？怎么会这样？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原来是这玩意儿害死了他。九阳真经，师父，无忌的孩子，难道真的没有救了吗？以为师的功力，只能救他一时。要想完全断根痊愈，除非我师父绝远大师复生。把全部九阳真经传授以阳之阴。师公曾经说过，玄冥寒毒要用九阳神功来驱除。九阳真经怎么会在白猿的肚子里呢？不管他，反正闲着也没事，练练看，没准还有用呢。你是在传我功夫，用不着心思手软的。来，这叫兵符验诈，得罪了。
个练武的奇才，一点即通啊！是九阳神功发挥效用，和我身上的寒毒相互冲击。好像还不对。4本真经，我已经练了3本了，还剩下最后1本。好厉害的九阳神功啊！好，再来。怪了，我的九阳神功练成了没有啊？管他呢，只要不没事发冷就行了。喂，喂，也算替我庆祝是吧？对了，我在这里这么久也没见过苹果，你在哪儿找到的？醉春风，我醉春风。跑这么快去哪里啊？见面，两人激起心动。今晚中看不一样的天空，我张开思绪，无情的人笑，我只。有水果，是果园。这有人住，真有人住！我可以出去了。醉春风，醉春风，我可以出去了，我可以出去了。伤的心，我是万万不能。我愿意在他。我从大白人肚子里面得到这本经书，说起来也是极大的机缘。不知道千百年以后，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再得到这本经书呢？不要怪我大意，我会与天不容。但愿见你笑容，让我有始有终。不要怪我大意，我会与天不容。但愿见你笑容，让我有始有终。好久没有看到世人了，先回武当再说。
这什么地方啊？救命啊！救命啊！你看，来了！大哥！腿烧了，或许死不了。大叔，我全身好痛啊！小子，算你命大，你捡回了一条命。我多谢大叔救了我。这儿啊是红梅山庄，救你的是我家小姐。怎么样，肚子饿了吧？哎，大叔，你要说什么？小姐救了我，于情于理，我也该去跟小姐叩谢救命之恩才是。算你懂事，跟我来。啊，这边。不许叫！小兄弟，你伤好了吗？我，小姐在跟你说话呀。我姓朱，叫九珍，你呢？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没用，手脚嘴巴都不听使唤了？小兄弟，你要是不想回答，那我也不勉强你了。哦，我叫张无忌。张无忌，挺高雅的名字啊。哎，你一个人能打死我的狗，想必是位世家弟子了。河门河派又怎么一个人来到红梅山庄？你的家人呢？我，你不想说？不，我是。孩子，你长大了之后要防着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哎，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啊，我没学过武，我只是有点蛮力而已。我父母早死，我是个孤儿，所以我没有亲人，我四处流浪，我是漫无目的才到这里来的。啊，真是好可怜。来，到屋里去。你怎么了？我浑身肮脏不堪，我不敢进小姐的闺房。说的也是，樵夫。哎，你带无忌公子去梳洗一番，换些像样的衣服。是小姐，小兄弟跟我来。珍儿，爹，你干嘛老是让我讨好张无忌啊？我一看到他就恶心。爹自有用意。爹，听爹的，不准违背。是。我家小姐长得很美吧？说实话呀，在我的印象当中，任何一个男人见到我家小姐，谁都会魂不守舍、神魂颠倒啊！来，谢谢啊。小姐呀，眼光高，双十年华，一直都没有意中之人呢。哎，小兄弟啊，我看小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哎。哦，真的吗？哎，大叔都这把年纪了，还能跟你说假话？
哎呀，不过怕就怕老爷。老爷怎么样？老爷是惊天一笔朱长林啊，他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老爷常说，小姐要嫁的一定是名门正派之后。小兄弟啊，我看你是没指望喽。我是，你是什么呀？我瞧你呀，是个默默无名的穷小子。是，大叔说的是。乔福叔，小姐要你带张无忌去练武场。知道了。珍姐，你的一阳指功夫又精进了不少啊！我再怎么练，也比不上你武家兰花拂雪手的一拂啊！大名鼎鼎的雪岭双珠，每个月初5在红梅山庄切磋武艺，多年来一直难分高下。所以啊，我说你们俩是一样的威风厉害。哼，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瞎琢磨，哪比得上你们兄妹俩有商有量的进步快啊？这倒是实话，不说一日千里呀，至少也有100里，是不是啊，师哥？其实表妹有2位师傅，舅父舅母一同习教，我想假以时日一定会强过我们的。我们的？哼，你的师妹自然是轻过表妹了。哎，表妹轻，师妹也轻，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不分彼此。小姐，张无忌，你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魏碧，是我的表哥。这位小姐，她叫武清英，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她一掌打死我的西域獒犬。哦，一掌。这位张兄弟武功一定很了得，可不可以让我来考考他？好啊，正好让他领教一下你们武家的绝学，这不是很好吗？拳脚无眼，还请问张兄弟师傅是谁？哪一派的门下？我自幼父母双亡，流落江湖，没学过什么门派的武功，只是小时候我爹爹教过我一点。哦，那你爹爹叫什么名字？是哪一派门下的？我不能说。没关系，那你先接我3招试试。我不想跟你打。我表哥的武功很高，你根本不用想胜他，你只要挡他3招，就算是给我争个面子，好不好？小姐吩咐，不敢不从，就算无忌挨几下拳脚也没关系的。好，张兄弟，接招吧。无忌，还招啊你！呀！来得好！好个狗吃屎！珍姐口口声声说他武功了得，一口一个佩服他。我看呐，只不过是草包一个，吹过头了。好，今日我就是送了性命，也不能让朱小姐丢脸。魏公子，请教了。哦，来真的！出招！表哥，怎么样啊？没关系，我只是一时大意。张兄弟，再请教。有什么动作，就全拿出来，不必隐藏。是哥哥，是哥哥，你伤到哪儿了？这是什么武功啊？没事没事。看什么看？谁让你伤我表哥的？伤我师哥，该打！该打！住手！
以侠义司命，没有想到你竟然与五姑娘联手打一个受伤的人。你说，你丢不丢人？老爷，这不关小姐的事啊！我，哎呀，你没事吧？小兄弟啊，来吃药吧。老夫是为了真儿的不是，来向你致歉的。老爷是非分明，才是真正的侠义之士。这致歉二字，无忌是担当不起的。哎呀，小兄弟啊，您真是胸襟宽阔呀！好，就把这红梅山庄啊当成自己家吧，也好让老夫啊好好的招待招待你，以补小姐之过啊。爹，二叔回来了。来了。小兄弟啊，你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啊，你只管开口啊。谢谢老爷。等伤好了之后，再跟朱小姐好好道个歉。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想到她，我的心就扑通扑通的跳得好快啊！大哥，二弟，你回来了，有没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啊？大哥，我们的大恩人张五爷，他已经死了。张五爷，是说我爹？二弟，你慢慢说，慢慢说。张五爷，他死了，这怎么会呢？不是说张恩公失踪了10年，已经安然回到了武当吗？大哥，咱们住的偏僻，消息不灵。张恩公早在多年以前便已和夫人一起自刎身亡了。这事儿你可不能开玩笑啊，二弟呀！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不愿相信。可是到了武当山，见到了宋大侠之后，才证实此事不假呀！大恩人张五爷是多么好的人，这老天爷他真是无眼呐，无眼呐！二弟，你跟我说清楚，在武当山害死恩公恩嫂的到底是何人？宋大侠跟我说了，上武当山逼死恩公的人数着实不少，有少林、崆峒、昆仑各派，海沙、巨鲸、神拳、巫山等帮会也有份。二弟，这些门派，咱们本来一个也是惹不起的。张五爷待咱们恩重如山，咱们便是粉身碎骨，也得给他报这个深仇。大哥说的极是，咱哥俩的性命都是张五爷救的，反正已经多活了这10多年，再交还给张五爷也是应该的。小弟最遗憾的是不能见到张五爷的公子，否则也可转达大哥的感恩之意啊。二叔，那你有没有打听到张恩公公子的名字，还有他的下落？武当派为了公子的安全，没人敢透露他的下落，只知道他身受重伤，不知在哪里医治。算算年纪，也该成年了。一开始我就隐瞒了身份，这时候明说，他们要是不信，就一定认为我故意挟恩忘报。还是等到适当时机再表明身份吧。小兄弟啊，我在书房里听到你们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是我结交的二弟千里追风姚清泉去中原打探一位已故恩人的消息。张兄弟，你看看，受了伤了，怎么还出来走动啊？都是我不好，错手把你给打伤了，我向你道歉。没关系。你不生我的气呀？不，我从来就没生你的气。大哥，你确定那小子真是张翠山的儿子吗？可是他自称是张无忌呀！哎呀，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呢。我推测了他的身份、年龄和他的武功，应当说是8、9不离10啊。最好是。
要么咱们就白白在这小子身上浪费精神了。老爷，完毕了。哎呀，画得很好啊！记住，把这幅画做旧。是，老爷。哦，对了，再做2块长命牌。是。爹。哎，张无忌呢？睡了。这张无忌土头土脑的，我看见他就烦。爹，你说这戏我要演到什么时候啊？再忍一忍嘛，快了。有条鱼啊？哪里有鱼？在那儿，拿。在哪儿？哪儿啊？骗你的。好啊，你敢骗我？哎呀！珍儿，来，给恩公磕头。是。恩公，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爹爹为你们报仇雪恨，找到令公子，以尽报恩之情。这位张武侠慷慨磊落，义薄云天。小兄弟啊，你与他素不相识，无亲无故，可是拜他一拜还是应该的呀。无忌，你看，我出生的那年，爹爹为了躲避仇人，全家西迁，但在途中还是给对方追上了。我的2位师叔全都被杀了，我二叔和我爹也身受重伤。就是那个时候，武当的张武侠救了我们全家的性命。若没有张恩公、张武侠，我们全家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无忌，你说我们全家是不是应该感恩戴德？我朱长陵一生恩怨分明，只恨苍天无眼，不能让我报答救命恩人。不能让我供养恩人的遗孤，此乃是我终生的遗憾。我愧疚于心。老爷，我比你年长，你若是不嫌弃，就叫我朱伯伯吧。是，朱伯伯，我你看我家的事儿啊，你都一清二楚了。贤侄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说不出口，不急不急不急，哎呀，来日方长，以后啊，咱们有的是时间。大哥大哥，那位谢爷，那些谢姨该怎么办？要不要给恩公发丧啊？这事儿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好。
千里追风耀清泉，明明说的是谢爷，虽然改口说谢姨，但我肯定没有听错。谢爷，谢姨，难道他说的是义父？知道兵祸到一别后，我历经了多少风雨灾难。无忌，好想你，好想你呀！无忌，吃饭了。珍姐，怎么会是你来送饭啊？用铺丫鬟都走了，我来服侍你也是应该的。走？为什么都走了？是我爹爹叫他们走的，每人都发了1笔银两，打发他们走了。珍姐，你先别说了。我爹晚上找你有事。爹，朱伯伯啊，贤侄啊，小女误伤了你，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在我这儿多住些时日。可是现在事情有变故，老夫不得不让你速速离开这里。唐突之情，千万莫怪。啊。这些呢，是一点心意，就请当做盘缠吧。朱伯伯言下之意，是不是府上有了危难？这个你就不要多管了。朱伯伯不肯明说，小侄大概也猜得出来。不错，我虽然年轻，武功也不好，可能帮不上什么忙，可是我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愿意留下来跟伯父和珍姐共进退。这真是肺腑之言，但这不关你的事，小侄你就不要趟这趟浑水了。我爹他是好意，他不想连累你。无忌，你就不，珍姐，不管怎么说，我在府上就是客，明知道府上有难，而我却贪生怕死，这实在有违我父母的教诲，也有违我的良心呢。朱伯伯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不会贪生退避的。你呀，真是年轻人不知道危险临头啊。那好吧，为了你好，为了能改变你的心愿，我就把实话跟你说了吧。不过，你得先立下个重誓，不能泄露一丝的机密。皇天在上，今日朱伯伯跟我所说之事，若我张无忌泄露给旁人知道，就叫我乱刀分尸。昨夜姚二弟来报张恩公死讯的时候，还带了一个人，此人姓谢，名训，外号叫做金毛狮王。这位谢大侠和张恩公有8拜之交，他们和天下各门派都结下了深仇。张恩公夫妇之所以自刎，就是为了不肯吐露义兄之所在。谢大侠不知何时来到了中土。他单身挑战各门各派，为张恩公报仇雪恨。他只是英雄不敌人多，他身负重伤，幸亏姚二弟为人机敏，他救了谢大侠，一路保护他来到我红梅山庄。朱伯伯，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呀，昨晚庄里有眼线来报，说有大批的江湖人物向我红梅山庄赶来，我想这是冲着谢大侠来的，对方人多势众，我们肯定抵挡不住。我朱家老小决定舍命报恩，为谢大侠而死。贤侄，此事和你毫无半点渊源，你没有必要将一条性命赔在这儿啊！贤侄，我言尽于此，你赶快走吧，再晚了就来不及了。他现在人在哪里啊？不。我不能说，这隔墙有耳。
一不小心便会危及谢大侠的性命。我已经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就听我一次劝吧。你快快离开这里！不，朱伯伯既然已经告诉我了，我更加不能走了。爹，无忌是个忠肝义胆的汉子，您这么说他是不会走的。对，我不走。哎，朱伯伯，怎么不见？你就别多问了。大哥，动手吧。朱伯伯，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这是您毕生的心血，一生的积蓄啊！身外之物，过眼云烟，能为张恩公救出谢大侠一命，值得。我们暂时就在这儿避几天吧。是。好，无忌，很热是不是？那你猜猜看，我们这儿为什么这么热？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在红梅山庄的下方。哟，你还真聪明。我现在才明白朱伯伯所说的置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了。当敌人大举来袭，眼见红梅山庄已烧得片瓦不留，只有往他处去搜寻，任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是躲在火场之下。还有，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谢大侠，红梅山庄被烧毁了，谢逊那狗贼一定被朱长林带到别处去了，快去追！大哥，你的计谋成功了，他们都走了。去看看谢大侠的伤势。好。谢大人，伤势好点了，要不要喝口水啊？这是怎么了？二爷，哎呀，你看看这是怎么了？少林派的、昆仑派的、崆峒派的众狗贼们，你们以为我金魔狮王怕你们不成？哎呀，你看谢大侠，真的是神志不清了。哎，谢大侠，我们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敌人呐。我谢逊没有朋友，别以为用花言巧语骗得了我。谢大侠，谢大侠，请听我说，不是，谢大侠，爹！谢大侠，你是恩公的义兄，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还手啊！谢大侠，你要杀，就连我也杀了吧！我谢逊杀人无数，也不怕多你一个！住手！你是谁？为什么假冒金毛狮王？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谢逊。你不是，你不怀好意，你是假的。贤侄啊，你怎么能在谢大侠面前信口开河呢？事到如今，我不敢再有所隐瞒了。家父就是张翠山，金毛狮王就是我义父，我绝对不会认错的。义父双眼以瞎，而这个人两眼完好，就是最大的破绽。谢逊双眼以瞎？我义父是在孤岛上失明的，所以中途没有人知道。再说，我义父头发是金黄色的，
外号才叫做金毛狮王，他的头发却是一头黑发。大哥，张兄弟说的有点道理。无忌，你真的是张恩公的后代？本来我早该说明身份的，只是江湖上人人都在算计我，情非得已，所以隐瞒了这么久。臭小子，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冒充金毛狮王？我就是谢逊。哼，你已经被识破了，还敢嘴硬？好，金毛狮王双目已毁，你既然冒充他，就应该学得像一点。老子今天先毁了你这对招子！等等，不管贤侄说的是否属实，咱们都应当仔细去判断。倘若他真的是金毛狮王，那你我草率岂不误了大事吗？大哥，张兄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如果你还是三心二意、决断不下，这场大祸就难以躲过了。哎呀，宁可我们自己挨千刀，也不能伤害张恩公义兄的一根毫毛。朱伯伯，我没有见过金毛狮王，也没有见过张恩公的公子。至于谁是谁不是，我很难判断呢。那你跟我来。贤侄啊，那个人如果真的是假冒谢大侠，你杀他是理所当然。但是我必须弄清楚他的确切身份才能动手，是不是？那人绝非我义父，请朱伯伯相信我。贤侄啊，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小时候啊，也上过不少人的当，一次教训就是一次经验。再说呢，此事事关重大，如果你真的是张恩公的后代，我朱长林就是拼死也要保护你和谢大侠的生命安全。那小侄要怎么样才能取信于您呢？本来我应当问清楚谢大侠的藏身之处，可是这件事我一直是难以启齿啊。朱伯伯，你为了我爹和义父，不惜把100万家产都毁了，更是为了恩义不肯还手而受了重伤，这些我都亲眼看在眼里，我还有什么信不过你的？我义父的情形，就算你不问，我都要跟你说。贤侄，这件事情得从当年天鹰教在王盘山岛上举行扬刀立威大会开始说起。这铁验令就是我送不悔妹妹去昆仑山以后，杨逍教给我的。那，你刚才针对假谢逊的武功，就是在无名谷所练的九阳神功了？哦，是啊，九阳神功何等深奥，我硬背下来之后，还是没有融会贯通，所以威力并不大。哦，种种迹象你都说得如此详尽，我没什么理由再怀疑你了。恩公，你在天之灵，祈请明鉴，我朱长林竭尽所能，一定把贤侄抚养成人。只是当今武林强敌环伺，我又武艺低微，还望恩公在天之灵多加保佑。爹，你回来了。二弟呀，真儿真是老天有眼呐，让咱们找到张恩公的遗孤了。你是说张兄弟他？哎呀！无忌，珍姐，我真是太高兴了，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身上有与众不同的气质，有名家之后的风范。不过你真是该打。珍姐，你害得我们好苦，你说该不该打？哦，对不起啊。瞧你慌的，给你说笑的，你是恩公的后人，疼你都来不及呢，还敢打你？
做得对，不然那个假冒的谢大侠会把咱们的踪迹给泄露出去，咱们得做个万全的准备。大哥说的极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少林、峨眉、昆仑、崆峒，哪一派不是人多势众、武艺高强啊？二弟呀，我们以前可以说是舍身报恩，义无反顾，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无忌的真实身份，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啊！只是大地茫茫，却没有我们藏身之所呀。大哥就是烦的这个，急的这个。是，恩公的仇家太多了，早晚会找到我们。大哥，我们真的是无处可去了。哎，朱伯伯，不如我们一起去冰火岛吧。冰火岛？那是个任谁都找不到的世外桃源，人间天堂。从小我在岛上过的日子，都是快快活活、无忧无虑的。可是我一回到中土，我所见所受，不是担惊受怕，就是凶杀流血。贤侄啊，你我已经不是外人了，请你坦诚相告，你真想带我们去冰火岛？江湖上人心的险恶，是一波接着一波，我实在无法承受了。我常常在想，只要能在死之前再见我义父一面，此生更无他求。爹，我也厌倦了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不如我们就依了无忌，去冰火岛过快快活活的日子。想那谢大侠一个人身处冰火岛10多年了，想必他也不好过。哎，这位大侠对恩公恩嫂如此高义，能见上他一面，乃祖上有德呀。要远行了，必须要有所准备，先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下来。是，大哥。注意点儿。哎，珍姐。你怎么了？做噩梦了？不是噩梦就是美梦了。哎，告诉我梦见什么了？你看看你，脸都红的耳朵根了。算了，不逗你了，走，跟我来。干嘛，珍姐？哎呀，来嘛！哦，起来了，睡够了没有？朱伯伯啊，您这是？哈哈，你不是说冰火岛热如火，冷如冰吗？所以啊，我就把1年4季的衣物都准备妥了，还要准备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朱伯伯想得真周到啊！哈哈，等把这些东西啊都准备齐全了，这2天呢，我想咱们就可以出发了吧？走啦，无忌。到底要去哪儿，珍姐？做饭啦，走啊！没有下人，一切都得自己动手。一家人总是要吃要喝的，是不是啊，无忌？我从小娘就告诉我要做个会持家的好媳妇，所以啊，我家务事都会做。珍姐实在是太美了，这一生能跟她永远生活在冰火岛，够了，足够了。哎，人家说夫唱妇随，
我看我们2个人呐，倒像夫唱妇随的小夫妻。无忌，你说是不是啊？啊，是啊，是啊。你也这么认为啊？什么认为啊？我说话你不听，不理你了。啊，对不起啊，珍姐，我听到了，你说什么夫唱妇随？哎呀，再吵啊，锅就破了。干嘛？斗嘴？我哪里敢跟无忌斗嘴啊？有没有啊？你们俩心里有数。哎，贤侄啊，跟我来。贤侄啊，当着你爹娘的面儿，我要慎重地问你一句话。朱伯伯，请说。我希望你能娶真儿为妻。如果你要是另有意中人，或另有婚约的话，那这话就当我没说。我真儿本就有意愿以身相许恩公的尼姑，我提出婚事算是顺水推舟。再则去了冰火岛，也许会在那儿终老一生。与其往后要厮守一辈子，不如先成亲，定下名分。如果你要是不便启齿的话，你就点头，或者是摇头，都可以表示你的心意嘛。贤侄。爹，吃饭了。快去叫你姚二叔。贤侄啊，反正还有1、2天的时间，你考虑考虑再答复我啊。我刚才都点头了，我点头了，我点得很用力呀。我愿意，100个、1000个、1万个，哎呀，反正我是非常非常愿意娶珍姐的。从第一眼见到她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她。没想到上天如此眷顾我，我好幸福啊！想到终生能和美如天仙的九珍姐姐在岛上厮守，我心跳得好快好快啊！这么大声，我失态了。无忌，珍姐要是问我怎么把床弄得这么大声，我怎么说得出口？还是装睡吧。无忌，无忌，无忌，你睡着了吗？哼！珍姐为什么要点我穴道？难道是试探我睡着之后是否够警觉？真的是这样吗？不管他，先解开穴道，找他问问。一个人都没有，半夜3更的，有点怪异。表妹，干什么啊？哎呀，表妹，不喜欢闹。不要嘛！哎，好，不闹，别闹了。不闹，我依你。真妹，这几天没见你，好想你呀。我也是啊。爹，你看看你们，半夜私会，成何体统？爹，表哥跟我这么久没见面了，今日难得来，我们随便谈谈心嘛。你们也太大胆了！要是给张无忌知道了，不会的，爹，我用阴阳指点了张无忌5处大穴，没我解开，他是醒不来的。行百里半九十，
不能再是最后关头让他瞧出破绽，功亏一篑。孩儿明白。舅父、真妹，我也该回去了，时间不早了，恐怕师傅还在等我呢。啊，哎，那我送送你。啊，等等，我要去找你师傅谈一谈。咱们这回去冰火岛，要做到万事俱备，不得有任何闪失。听朱伯伯的口气，好像未必和他师傅要去冰火岛，怎么事先没听他提起过？不成，这件事知道的人多了，难保不泄露风声，累积义父。我们一路东行会花上很长的时间，为了防止引人注意，我计划假扮客商，走水路到了山东，再坐大船出海。你说，冰火岛的正确方位也只有张无忌知道。朱伯伯，张无忌回中土才不过10岁，过了这么久，他还能记得住冰火岛的方位吗？师妹说的对啊，师傅，万一咱们在茫茫大海之中找不到冰火岛，而且回不来，那该如何是好啊？你若是害怕，那就别去。天下之事不仅艰难困苦，哪有安乐时光？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到冰火岛。就算那金毛狮王谢逊武功再高，他也只有一个人，何况又是双目失明，怎么说都不是我们的对手啊！我们联手夺去屠龙刀是易如反掌，只要屠龙刀到手，朱兄，你我便是武林至尊了啊！我认为到了冰火岛以后，没有必要跟他明枪交战，只需要在食物中投下毒药。别说他的眼睛已经瞎了，便是双目完好，也绝不会疑心他的义子派人来害他呀！啊，此计甚妙，还是朱兄高明呐！正儿，这场戏还有的唱呢。你这一路跟那个小鬼假装亲热啊，直至送了谢逊的性命为止，千万别露出什么丝毫的马脚啊！你可记住了？摆弄张无忌这小子对我来说可是小事一桩。不过这些日子老是叫我伺候那个土蛋，我可是憋了一肚子窝囊气。你的委屈爹清楚。爹，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啊？说。等爹杀了谢逊，取代屠龙刀后，我要拿张无忌出口气。你想怎么出气呀？谢逊不是瞎子吗？我也要把张无忌的双眼弄瞎，父子同科，然后把他留在冰火岛上，让他自生自灭。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他们骗我，骗我！为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算计我？无忌，无忌，你长大了之后要防着女人骗你。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娘，娘，你不要走啊！娘，娘，无忌没听您的话，无忌知道错了。娘，娘，你不要走啊！娘，无忌知错了，无忌知错了，娘，娘。贤侄，
给我办好人加好心了，我听到了，我全部都听到了。朱长林，你真有心计。你知道我爹娘宁可自刎，也不愿吐露我义父的所在。唐老对我又强，绝不能逼迫我吐露真相。于是你假造恩德图，还焚烧巨宅，再用苦肉计让我感动，带你去冰火岛。哼，你千算万算，还是失此一算。我爹娘在天之灵保佑我，让我及时看清你朱长林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还有你，你毒辣之极，在你美艳的外表之下，藏着一副蛇蝎心肠。我娘的临终遗言，我都抛在脑后。我竟然被你的美丽外表所迷惑，我愧对娘啊！我会用天下最毒的刑法，逼你带我们去冰火岛。人心险恶，让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眷恋了。我一死，反而无牵无挂。张无忌，我不准你死！近年来，你一无进展，反而让自称义军的叛贼四起，烽火不断。陈坤，你可知道皇上已给本王施压了？我若不能平乱，不仅王位保不住，人头也会落地。在下正是为此事来觐见王爷的。经我四方打探，确定这些叛贼大都缘起明教，所以在下认为，斩草须除根，须当毁了光明顶，叛乱自平。啊，光明顶是明教总坛，在哪儿？在昆仑山。哼，那容易，立即派兵前去剿灭魔教。王爷有所不知，明教总坛光明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若派大军围剿，定然是事倍功半。所以在下衷心建议，江湖事由武林解。敏儿请缨。敏敏，爹，孩儿自幼勤练百家武学，自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应对，对付他们应该是游刃有余的。敏敏，你的聪明机智，为父自是放心，只是你对江湖事略显不足。爹，您如果不让女儿出门，女儿就永远长不大了。还有七王爷之子，他……您别提他，他仗着是皇上的七弟，老来欺负您。哎呀，你这话有欠公平了，人家七王爷真是……哎呀，好了，爹，您就放心让女儿去吧，好吗？爹，你要是不答应，女儿啊就天天缠着您，天天烦着您，直到您点头为止。好，我说不过你，我怕你，好吧？女儿不会让爹失望的。好，你们都给我听着，剿灭魔教之事由郡主主事。陈坤、玄冥二老，你们在旁辅助，听命于郡主。遵王爷懿旨。
我还活着。我最信任、我最喜欢的人，反而算计我，我无法承受。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无情的打击。老天，你为什么要我活着？我的心已死，你就不该要我活着受苦受难。表哥。爹和张无忌掉下了深谷，你师父认定去不了冰火岛。这几天对爹的生死不闻不问，连姚二叔也离开了我，只有你对我好，只有你愿意帮我，表哥。要不是你长得漂亮，我才懒得理你呢。好吧，妹，别哭了啊。表哥，你要小心呢。我会的。表哥小心。放心。我想死，却没有死，而筑城里莫名其妙地做了我的垫背。人呐，生死由命，一点儿也不假。老天爷，你真的是善恶分得很清楚。好吧，既然你要我活，我就看看你要折磨我到几时。不知还有多深呢，实在没必要冒这个险。表哥，来，深不见底，绳子恐怕不够长啊。表哥，你不要下去了，我真的好担心你啊。我估计，你爹和张无忌是凶多吉少啊。我爹走了，那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的。表哥。
尖叫的。你叫什么？我没有想到会有人啊，我是被你吓到的。那你为什么叫啊？我以为我看到了鬼。鬼？你说我是鬼啊？喂！好啊，你拐着弯骂我丑是不是？哎，你不过来啊！你长得也好看不到哪里去啊，竟然还嫌我丑！喂，丑八怪，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算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哇，你脚断了？嘿，让我来试试，真的假的？哎，我是吓你的，你真的以为我是趁火打劫的人啊？喂，丑八怪，我可跟你说了啊，你只准在这里住1个晚上，明天一早啊，你马上给我离开这儿。哎，干嘛？有没有吃的？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吃吧，最好啊噎死。
来吧，赶快走！赶快走啊！走走！保护郡主！是。恭迎郡主。放开我！走。此绿柳山庄是在下。放开我！放开我！走走！放开我！放开我们！走。郡主，我已问出，他们是明教洪水旗旗下封阳分坛朱元璋的手下。我们一路南下大都，行踪极其隐秘，怎么会被明教盯上呢？难不成王府里有人内奸？敢问郡主，这几名明教弟子如何处置？留之无用，杀了！我在父王面前立下保证，灭不了魔教，不止我，你们跟我同罪。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应战。程师傅在。你是江湖人，定清楚明教的事，告诉我明教的组织。是。据在下所知，明教是于唐朝宪宗元和年间，由波斯国传入中土，当时称之为摩尼教，又称大云光明教，教徒则自称明教，江湖人却称之为魔教。你的意思，明教的组织倒是十分严密。那是从前。怎么说？明教自第33代教主杨顶天死后，教中弟子都为谋得教主之位，相互争斗残杀，明教变此中衰。照你这么说，明教内讧，四分五裂，我要灭之是轻而易举了。这，程师傅有话直说。是。前些时候，光明左使杨逍重返光明顶，以待教主主持教务。明教已进入正轨。不过，杨逍公器私用，为报爱人纪晓芙之仇，对峨眉派穷追猛打。程师傅对明教果然知之甚详啊！在下为辅佐郡主，特花了番功夫。不过，今日洪水旗怎么不听教主之命，反而对郡主下手？这令在下……郡主，两位师傅急速去查查看，看看境内有无峨眉派的行踪。是。我要利用明教与峨眉派之间的仇怨纠葛，制造事端。我问你们，是峨眉派的弟子吗？我们是峨眉派的。很好。你是什么人？你也是峨眉派的？峨眉派周芷若。留他一条命。回去告诉灭绝师太，杀他们二人的是我明教烈火旗。
魔教，魔教，又是魔教！弟子无能。那封信呢？给张真人的那封信呢？我把信藏在贴身之处，幸好魔教的人没有搜身。就因为你跟武当有渊源，我才要你送信给张真人，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联合起来对付魔教。可是魔教欺我太甚。好，我亲自出马，联系各门各派，围攻光明顶，歼灭魔教。八怪，你怎么还没走啊？1天、2天，喂，你在我这儿住了4天了，我不是要你第2天就离开的吗？怎么还留在这儿？哎，好香啊！你给我带了什么来了？1只烧鸡，2个馒头。你知道我快饿死了，真是谢谢你了。啊！我看你这样，你是不是算准了我会带吃的给你啊？我。我看你的笑，好像蛮阴险的嘛。这个馒头啊，我宁愿扔了也不给你吃。你要是暴殄天物，我会遭雷劈的。我现在连找人都找不到，还管什么遭不遭雷劈啊？你在找人啊？是你朋友还是亲人呢？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人。你干嘛老盯着我看啊？是不是我越来越丑了？你的脸比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肿得又更厉害了，皮肤也比以前更黑了。你也不用太难过了。其实一个人只要心地善良，相貌美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啊，我娘跟我说过，一个女人越是美丽，她的心地往往也越坏，越会骗人。以前我也不懂，直到我遇到了朱九真。你认识朱九真？我不想提他。那你爹和你娘呢？死了。死了？那你就是个孤儿啦。好啊，比我啊更可怜。那吃吧。喂，你吃慢一点嘛。哎，丑八怪，丑八怪。你叫什么？总得有个名字吧？装。什么呀？听也听不清楚。你把东西咽下去再说嘛。知道我名字的人都会向我打听义父的下落，威逼诱骗，无所不用其极。从今天起，张无忌这个人算是死了，世上再没人知道金毛狮王谢逊的所在了。喂，干嘛？我叫阿牛。阿牛？那你姓什么？我姓曾。姑娘贵姓啊？我没姓。我亲生爹爹他不要我了，见了我就想杀我，我才不愿意姓爹爹的姓呢。我娘是我害死的，我也不能姓她的姓。反正我生得丑，干脆你就叫我丑姑娘好了。你杀了你娘，为什么呢？
这事说来话长。当时我娘没有生子，我爹便娶了我二娘，算我二娘争气，连续生了我2个哥哥。后来娘才生了我，偏偏又是个女儿。二娘她仗着爹爹宠爱，经常欺负我娘，我爹爹又一味的袒护她。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我就一刀杀了我二娘。后来我娘知道我闯祸了，就带着我东逃西躲。我那2个哥哥就一直在后面追杀我们，他们要捉我回去问罪。我娘为了救我而丧命。你说我娘是不是我害死的？你说我爹是不是非杀我不可？奇怪了，我跟你又不熟，干嘛要对你说这些？怎么了？人生真的是没有十全十美啊！我虽然不幸，父母双亡，可是我爹我娘在世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恩爱啊，对我多么怜惜。比起你的遭遇，我是幸运万倍了。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你不要再来数落我。这些吃的，我宁愿喂狗也不给你吃。你什么怪脾气嘛？真受不了你！受不了我是吧？受不了我啊，你就等着饿死吧！哼！喂！哎呀！喂！你生气了？其实啊，我倒觉得，有的时候啊，你还蛮像我要找的那个人的。你小时候喜欢的那个人，是谁啊？不告诉你。我最近到处找他，我只听说，好像他曾经住过红梅山庄。可是红梅山庄不是已经化为灰烬了吗？也许他死在火海里了，也许他死了，他一定死了，他一定是死了。周姑娘，你不要难过嘛，啊！哎，你孤苦伶仃的，无家可归。想想，我不是跟你一样吗？如果你喜欢的那个人真的死了，你要是不嫌弃，咱们俩一起做个伴吧。你才不配呢！我告诉你，我没有见到他的尸骨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死心的。我真不明白，我干嘛要在这里跟你纠缠啊？净说些废话，真是的！哼！哎，丑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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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丑姑娘说风就是雨，罢了，我能活多久都不知道，过一天算一天，理她那么多呢。吴庄主，请开门。来了。师太，请。
在这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不能负我。我发誓，我永远不会负你的。表哥，我要是有一句假话，天诛地灭。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灭绝师太为平魔卫道登壁高呼，我昆仑派是首先响应啊。但不知武庄主意下如何？啊，哈哈，师太还有何掌门亲自前来我连环庄，武烈岂有拒绝的道理啊？好，好，果是我辈道义中人呐。老尼在此先行谢过了。哈哈，好说好说。为防消息走漏，请武庄主注意保密。等我联系了各门各派，定下围攻光明顶的日子，再行正式通知。那就一言为定。嗯，哈哈哈。哎，听颖啊，未必干什么去了？啊，我去找师哥。哎，跟他说一声，准备4间客房。知道了。不必麻烦了，老尼这就告辞了。哎，师太呀，这3更半夜的不太方便吧？我与小徒有约，要赶往武当，等灭了魔教再来打扰。啊，那就不强留师太了。啊，何掌门，你们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吧？没事没事。啊，那师太请。告辞。师哥不在房里，他应该不会进了朱九真的房间吧？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啊！你还睁着眼说瞎话！我没有啊！那是什么？我说，是他朱九真勾引我的。师妹，你相信我，我喜欢的是你，我爱的人是你啊！我发誓，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表哥，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喜欢的只有师妹，我心里面只有她。你不要再来破坏我们的感情了。你说什么？哼，你听得很清楚了。你未必，你难道忘了你对我的誓言吗？我对你哪有什么誓言？你刚才还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你说你要对我负责，你的这些话还在我耳边，你竟然……我才不会跟你说这些无聊的话。表妹，你可不要诬陷我。我诬陷你？未必。你可以昧着良心，你可以说翻脸就翻脸，你太无情了！我要杀了你！杀了你！表妹，我要杀了你！表哥，我在九泉之下等着你。我杀了朱九真，我怎么跟他解释啊？不，你不要，师妹，你千万不能跟师傅说。你跟师傅说了，他老人家会一掌劈死我的。师哥，我该怎么办呢？我没主意了。不急，不急，怎么办？让我想想办法。
是什么人？为什么会闯进连环山庄？说，你不说就杀了你！等等，师妹，姓魏的，我告诉你，你别想栽赃到我头上！不是栽赃，是我师兄妹亲眼看到你杀了我表妹的。好啊，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夜闯连环庄，还杀了我世侄女！哼，你说话呀！你要我说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在我连环庄杀人？你是跟九真有仇，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哎，我说武庄主啊，朱九真的死，就算是我说破了嘴，怎么解释？你信的还是他们，不是我，对不对？不错。再说了，我夜闯你连环庄，就算是有天大的理由，我也是死路一条，对不对？没错。那不就得了？横竖都是死，我干嘛要跟你浪费口舌啊？你这个臭丫头！不过，临死之前，我有一个要求。你可真是天真可笑啊！在我连环庄杀了人，还要跟我讲条件？我要见一个人，等我见了他之后，那我死也瞑目了。你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如果我用张无忌的下落做交换条件呢？你个信口开河的臭丫头，就吃老夫一掌吧！何庄主，容我说一句话。何掌门，说吧。我对张无忌也极有兴趣，我可否暂时保他一命啊？丑丫头，如果你见到你要见的人，你当真会说出张无忌的下落吗？绝不食言。吴庄主，我何某人的面子你不会不给吧？哎，何掌门，严重了，就让他多活几个时辰吧。你干嘛踢我啊？你眼眶红红的，刚哭过？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哎，告诉我，我帮你出气啊！你真的会帮我出气吗？啊，你没让我饿死，我总得感念这份恩情啊。不管你说的话是不是真心话，或者只是为了安慰我随便说说罢了，我从心里面真的觉得挺开心的。哎，臭姑娘，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可不可以老老实实回答我？你说。昨天你跟我说，我们两个都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你愿意跟我作伴儿，这句话是真心的吗？算了，当我没问了。哦，我是真心话。我长得那么丑，你真的愿意和我厮守一辈子吗？哎呀，什么美不美、丑不丑的，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如果你要我每天陪你谈情说笑，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想问你，那你是愿意娶我为妻了？什么？臭丫头，人到底你见到没有？阿牛哥，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我没想过。阿牛哥，你说呀。阿牛哥，你还没有回答我呢。阿牛哥，你有没有想过？阿牛哥，你还没有回答我呢。阿牛哥，你说呀。臭丫头。人你见到了吧？臭丫头，我跟你说话呢。我要问阿牛哥一件事情，等他回答了我，我才理你。刚才的话，你还等于没有说呢。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
阿牛哥，你说话呀！哎呀，像你这个丑丫头，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会娶你的，你就认命了吧。阿牛哥，他说的是真的吗？好了好了，不要借故拖延时间了。这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不开口，就是不愿意娶嘛。丑丫头，即使我们不杀你，我看你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意思，干脆一头撞死算了。他的身世比我可怜，比我不幸。我一生之中，除了爹娘、义父以及师公，还有谁关怀过我？他至少真心的照顾了我好几天。阿牛哥，他说的没错，我是该一头撞死。我愿意。你说什么？我愿意娶你为妻。阿牛哥，你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安慰我，不是为了逗我开心。我是诚心诚意。从今以后，我会尽我的全力来爱护你，保护你。真的吗？阿牛哥，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给我听？我要把你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阿牛哥，你说，你以后会怎么对我？从今以后，我要让你平安喜乐，忘了以前的苦楚。任何人假使要欺负你、为难你，我都会保护你。阿牛哥。好久好久以前，我就叫你跟着我一起走，你非但不肯，还打我、咬我、骂我。现在你能跟我说这些话，我真的好感动，好开心。我什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咬过你了？阿牛哥哥，像我这样长得很丑的女孩，你不但不嫌弃我，还愿意娶我为妻，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可是，你想说什么就说呀。因为早在几年前，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属于你了。臭丫头，我已如你所愿，你也必须言而有信。你说，张无忌人在哪里？好，我就告诉你，张无忌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他的家。你看看他的脸，他脸色都变了。何掌门，你别听他的，他在胡说八道。臭丫头，表妹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杀她？有人出了500两银子，让我杀了祝九真，我就杀了。喂，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到底是谁指使我的？快说，你杀我表妹是何人指使？没错，说你为什么杀九真？真的要说？废话，杀人偿命，天公地道。常言说得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反正现在我也是个快要死的人了，所以我的善言可绝对不是胡说八道的。好啦，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杀死他的人是昆仑派的何太冲。哈哈，好你个臭丫头，我看你啊是压根从头到尾没安好心。你干嘛要这么恼羞成怒啊？顶多我把那500两银子还给你就罢了嘛。何掌门，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我都是经历风浪的人，岂能中了他的挑拨离间之计？哼，你这个臭丫头，留着也没什么用，我不杀了你！师哥，杀了他，以免他道出了我们的事情。我要替我表妹报仇！
回避，怎么了？好像是个什么厉害的暗器，将我的剑打落了。啊！何方人士，请出来现身。根本就没有人呢，就是这个丑丫头搞的鬼，留着你干什么？把你杀了算了。师傅，爹，师傅，爹说的很算。敌暗我明，我们还是走为上策。掌门师兄，能无声无息击倒五爷，绝非泛泛之辈。对方既然无意为难我们，又何必自讨没趣？走。姑娘，大难不死啊！也不知道是谁帮了我，不过也没关系，能活命就阿弥陀佛了。你真的杀了朱九真？我说没有，你信吗？我信。是武青衣，武青衣捉奸在床，错手杀了朱九真。天理报应啊！你怎么那么多感触啊？你跟朱九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里不能久留，我怕他们会去而复返。我们先离开吧。啊。爹，师傅，没事了。他们无意取我的性命，只是打在穴道上，只是一种警告。爹，你看在暗中出手的，会不会是那丑丫头所说的张无忌啊？师傅，我觉得现在对方是谁，现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了金毛狮王谢逊的藏身之处，我们现在回去夺取屠龙刀才是重要的。不妥。爹，师哥说的有道理。金毛狮王既然双眼已经全都瞎了，那以我们3人之力夺取屠龙刀，应该费不了多大劲儿啊。师傅，如果夺取了屠龙刀，那您可就是武林至尊了。不妥呀。我已经答应了灭绝师太去围攻光明顶，如果到时候我不参加的话，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现在还没有必要给他们增加困扰。爹，您的顾虑太多了。江湖险恶，爹不能不考虑的周全一些。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了谢逊的下落，也不急于一时。等到光明顶的事情过去以后，咱们再说。谁？我老太婆身体欠佳，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你们师徒和妇女来打扰我，不该呀，实在不该呀！哼，臭老太婆！师妹，不许口出脏话！老夫是连环庄主武烈，请问您是何方高人呢？师傅，师傅，金花婆婆，金花婆婆，还是年长者见多识广呢。您老人家不在灵蛇岛享福，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找你呀。找我？不错。不要杀我师傅！给我老实一点！金花婆婆，连环庄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这是为何呀？很不巧，你们打扰了我老婆子的清静。更不巧，你们让我听到了我最想听的事儿。3个问题，只要你老实回答，我老婆子说话算话，一定放你们3人一条生路，否则……慢着，金花婆婆，你问吧，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回答你。
第一，你们说的丑丫头是谁？是不是叫阿离？第二，张无忌可是武当派张武侠、张翠山的儿子。第三，金毛狮王谢逊人现在何处？识相的话，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如果让我听到这里面有一句假话，你们3个就休想从这儿活着出去。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的。珠儿，你所说的珠儿一定是阿离。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灵蛇岛。为了找他，我等于是重出江湖。好在没找到他人，倒知道了金毛狮王的下落。冰火岛，你没有骗我老太婆吧？这都是张无忌说的，是真是假，他得负责任。再说我们3个人的命都在你手里，老夫不敢说半句虚言假话呀。我老婆子说话算数，你们3个走吧。记着，你们3个要是在我之前去了冰火岛，那个时候我金花婆婆可就无话可说了。还是先找到阿离吧。阿牛哥，一会儿我们去哪里啊？阿牛哥，我在问你呢。一会儿我们去哪里呀？啊？哎呀！我在跟你说话呢。我不说话又得罪你了。我拖得跟牛一样，你竟然那么舒服的躺在上面睡觉啊？没有啦，我只是在想，我说了你也不会带我去啊。这倒是一句实话，不过你还是可以说来听听啊。你说呀。我要去武当山。来人止步！青书，七师叔，他们不以武当的。师父有特令，峨眉灭绝师太不需要下马解剑。师太，请。我是有事来找张真人的。哦，家师正在闭关。怎么又闭关？家师认为太极宫尚有些许瑕疵。那武当派由谁当家主事？由在下宋远桥。那好，宋大侠，有关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事，你意下如何？这是件大事啊！要是小事，我何必亲自出马？昆仑、华山、崆峒都已允诺老尼，你武当点了头，我就直奔少林了。 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对，宋伯伯，你是芷若啊，周芷若。芷若？周芷若。哦，我想起来了，当年
我师傅带他来的时候，他才这么一丁点儿啊，现在可真是女大18变呢啊！芷若妹妹，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宋青书啊，小时候近陪着你。年来，峨眉派门人不断遭魔教所杀，我相信迟早会对付你们武当的。宋伯伯，师傅是透彻魔教居心，忧心武林，放眼将来。若我们还是各扫门前雪，难不保日后必遭魔教鲸吞蚕食。芷若说的对，很有道理。爹，您就点头，共襄盛举吧。宋大侠，你看怎么样？师太，我只能回答你一句话：只要少林参加，我武当绝不缺席。走远了。你喜欢周芷若？芷若妹妹是我今生今世认定的女孩。有事速报。回郡主话，峨眉派灭绝师太离开武当，直奔少林。灭绝师太已经联合了5大门派，至于少林派，玄冥2位师傅已经陪同陈坤前往少林寺了。有程师傅在，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就指日可待了。凤阳分坛朱元璋见过教主。我明教机密传讯的信鸽。是教主。哪儿传来的？不知道。谁传的？不知道。你可以退下。教主。还有事吗？感恩教主。我明教中可有位西域头陀。以本教的天地风雷4门，那天字则是中原男教中，那地字则是女教中。而风字则是道家世家的出家人，雷字则是西域藩邦的出家众。而你说的西域头陀是何用意啊？弟子曾狙击汝阳王府的赵敏郡主，当时身陷重围，所幸王府中有位头陀侍卫帮弟子解围，所以弟子认为，是否有本教中人叛教投靠援兵？没见到本人，我不能断定你所谓的西域头陀是否是本教中人。那弟子告退。我错了吗？小福的死，让我和灭绝师太结了仇。不会呀，我假公济私，跟峨眉派争斗数年，几乎是2败俱伤。父王，我为我心爱的人报仇，我做错了吗？你看看。灭绝联合了少林、武当、华山、昆仑、崆峒，围攻光明顶。只要是6大门派联手，江湖上的其他门派就不会不起哄。到时候明教所面对的不只是6大门派，而是整个江湖武林啊！教主，
就因为我杨逍的一己之私，使明教面临空前浩劫。万一明教因此而覆没，我杨逍不仅是千古罪人，而且是万罪难赎。父王，我在明教最信你，所以我才把我心里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教主，你不要过于悲观。我想那锦书肯定是假的，故意。我宁可信其真。教主打算怎么办？论轻功，无人和你左右。我要你下山正视。如果6大门派攻击光明顶属实，你要调回五散人和其他在外闲散的分坛，全力固守光明顶。好，我这就去。父王，我真的错了吗？教主让我说实话。教主因为心爱的人丧生，一时伤痛欲绝，做了错误的决定。你也这么认为？不过，教主知错即改，难能可贵呀。我心里闷得慌，想要出去走走，不会有事的。我的话你们敢不听？不准动！郡主去哪儿了？你们怎么可以让郡主单独外出呢？你该死！小王爷，我要找明明，明明呢？芷若，你要去哪里？坐了一下午，挺无聊的。师傅要我们在这里等他，算算时间，师傅也该离开少林寺了。芷若，你可不能乱跑。哦，丑姑娘拉着丑八怪，一个的生活。哦，丑八怪哦，丑八怪哦，丑八怪人看，快来看哦，快来看丑八怪哦，丑八怪哦，丑八怪哦。走吧。走开！走开！走吧。听见没有？我叫你走开呀！走啊！走。你别对他们那么凶嘛。我烦呀！好，走啊！丑八怪，丑八怪！我叫你走开，听见没有？走吧。走开，要不然我揍你了！丑八怪，丑八怪！哎，我说公子，我这儿的物品都是卖给女客的，你这又摸又带，你让我怎么办啊你？哎，不买还磨蹭这么久啊？前面有一家客栈，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走吧。喂，你别挡路啊你！又难看，快！师姐，快看，是他，就是他杀害了2位师姐，去找他。滚开！你说什么？我叫你滚开，别挡路！
滚！我已经累得跟狗一样了，满肚子的火，竟然还叫我滚！师姐，他走远了，滚开！哼，有两下子，难怪这么猖狂。哼，哟，还出家伙了！哎，我不跟你打了，你不是要我滚吗？我现在就滚了，算你识相。芷若，我们走。芷若，她会是汉水相遇的周芷若吗？芷若，还不走？你干嘛打我啊？你看人家姑娘漂亮，眼睛都直了，你不怕眼珠子掉出来啊？你别忘了，你可是答应了要娶我的，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不准看别的姑娘。周芷若，你记性还不错嘛。好说好说，我啊就这点长处，过目不忘嘛。怎么，找个帮手来报仇啊？杀人偿命。哎，等等，我不跟你打啊，免得人家说啊我欺负一个残废女人。你敢侮辱我？哎，你身中剧毒啊，已经是半个残废了。我，师姐，师姐你怎么了？一定是那个臭丫头。师姐，师姐，我不趁人之危的，天长地久，随时候叫。你干什么？他们欺负你，我帮你啊！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欺负我了？我要杀人，还用得着你动手吗？多管闲事！郡主，小王爷，两位师傅回来了。郡主不该单独外出，万一有闪失，我等万死莫赎。我身有百家武术，怕谁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术无止境啊！那就把天外天、人上人全给我抓来。武术无境界，我就学到有境界。郡主，不谈这些了。怎么样？此趟去了少林，如何？灭绝师太已经说动少林，并定下5日后一线下会合。知道。你跟我来。是我爹告诉你我在绿柳山庄的吧？我担心你，所以。你是皇上的侄儿，照理说我应该对你奉承巴结，可是我做不到。在朝廷，每个人都惧怕我爹齐王爷的势力，怕我拍我马屁。可是你不同，就是因为你的个性，我才喜欢你。明明，我虽然跟你从小到大都玩在一起，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可是我对你……不管你怎么想，明明，我只有一句话，我对你的心永远不变。我现在不想谈这个，寨亚都，赵强，叫我赵强。我如果现在叫你走，你肯定不会走，对不对？那好，我们约法3章，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擅作主张。好，依你，我全听你的。阿牛哥，衣服我给你搭这儿了啊，一会儿啊自己起来拿。阿牛哥，一会儿把你那满脸胡子刮一刮，刀就搁这儿了啊。又来了，有完没完你？客官，要不要加水啊？不加不加。哦，不加不加。脾气还蛮大的。洗个澡都不得安宁。
师傅，怎么就你呀？李军呢？师姐她怎么了？师傅，您跟我来。店家，哎，给我弄点饭菜，送到我的房间里来。好嘞。是谁下的毒手？不知道，是位长相黑丑的姑娘。人呢？应该还在城里。立刻找到她。敏君的伤，必须由她来解。哎，哇，丑八怪变成英俊美少年啦！哎，跟我那个他呀，不相上下哎。你常常说到的那个他是谁啊？不告诉你。哎，你脚好了没有？啊，还会痛，不过好很多了。我真是饿坏了。哎，吃饭了。爱什么啊？没有名字啊？你姓丑，叫丑姑娘。不是，我叫珠儿。珠儿。珠儿，珍珠宝贝儿啊？不是珍珠的珠，是蜘蛛的蛛。你蒙我吧？哪有人用蜘蛛的蛛做名字的？谁蒙你啦？我娘给我取的，娘教我练千蛛万毒手，所以啊，就用珠儿这个名字。千蛛万毒手？吃饭吧。我没胃口了。随便你吧。我不理解，一个好好的姑娘家干嘛想不开练这种毒功啊？你说是你娘叫你练这千蛛万毒手，为什么？为什么？为了我爹呀！我练千蛛万毒手，容貌就会变形。如果等到千蛛练成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奇丑无比。原来我娘都快练到100只了，她却为了我爹，将她毕生的功力全部都散去了。原本她是个极其美丽秀雅的女子，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年长无子吗？我爹爹就另娶了妾室，最后我娘却把自己的性命都给搭进去了。哼，相貌好看有什么用啊？原来你是为了练千蛛万毒手才……不错，我就是为了练这个功夫，才将我的脸冻成这个样子的。那你要练到什么地步才算大功告成呢？你真的想知道？要把这个画珠的颜色由花练成黑，再由黑练成白，然后去尽毒性致死。到时候它的毒液就全部都吸入到我的手掌之中。要练到100只的时候才算是小成。如果想要功夫深的话，1000只、2000只都不嫌多的。疼！敏君，师傅，敏君，我全身好疼。据我所知，你是中了千蛛万毒手。千蛛万毒手，那是什么武功？练这种功的，普天下只有魔教的分支天鹰教，鹰野王的原配。
可是下毒的却是一个年轻少女。师傅，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师傅，疼！米君，你忍一忍，芷若已经去找那个丑丫头了。师傅，我不要再受这种痛苦了，疼死我了，难受死我了！米君，师傅，求求你杀了我吧！米君，别说傻话，芷若他们马上就回来了。不，疼死我了，师傅！师傅，求求你杀了我吧！米君，师傅下不了这个手。师傅，求求你杀了我吧！我一时好成灭绝，别人都以为我是个无情无义、心狠手辣的人。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也……你是我的徒弟，你对我尽心尽孝，师傅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师傅，你忍心看着我如此痛苦难当，忍心看我如此受折磨吗？求求你了，让我解脱吧！师傅，求求你杀了我吧！权宜之计，为师只有把你点昏了，你就不会痛苦。为师答应你，一定要抓到加害你的凶手。都找了一天了，先回去歇息吧。夜晚要找那个丑姑娘，真是无从找起。店家，这东西是谁的？啊，那是一位女客官的。她住在店里？就住在丁字坊。阿牛哥，你干嘛？不好好吃饭，老盯着我看。我是在想，等我脚伤好了以后，我去设法采些草药，把你脸上的毒肿给医好。不，我不要！你要知道，我是经过了多少千辛万苦才练到现在这个地步的。你要让我散去我的千蛛万毒功，那可不行。我是说，或许能想到一个法子，又能治好你脸上的毒伤，又不消去你的功力，那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如果天底下真的有这个法子的话，我娘可是祖传功夫，怎么会不知道呢？唉，其实两全其美我也想过的，不过好像天底下只有一个人有这种功夫哎。谁啊？蝶谷医仙胡青牛。虽然胡青牛已经死去多年了，可是就算他还活着，这个人号称见死不救的，我看不行的。珠儿，不知蝶谷医仙把一身本事传给了我，我暂且不说，日后想到了治他脸上毒肿的办法，也好让他大大的惊喜一场。阿牛哥，你怎么不说话？没什么。灭绝师傅他，就是他师傅。快放了他！放了他！拿解药来。好痛啊！解药。我没有解药。芷若。是师傅。你就是用这个伤了我徒儿。我的盒子，你还给我盒子！师傅，这里面一定有解药。等等，放在桌上。拿出解药。我没有解药，千蛛万毒手是根本没有解药的。
灭绝师太，你这个臭尼姑，你竟然敢毁了我的花烛啊！我的手断了。反正我的徒儿也无药可救了，你还是一命抵一命。他痛苦多久，我就折磨你多久。臭尼姑，随便你，我不怕。师太，让我试试，能不能救他？你，我医得好，医不好，对你并没有差别。是总比不是好。痛不痛？痛。你试试看，用手指按住手臂弯下3寸5分处，可减轻疼痛。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真的舒服很多。哈，这小子还真有点医道。叫什么名字？我叫曾阿牛。师傅是谁？我师傅是乡下小镇上的无名郎中，说出来师太也不知道。我需要1根银针，我包费用。你留下。芷若，去取。是，师傅。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可我爹常跟我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不哭，我不会哭的。这锦盒，曾阿牛，曾阿牛，师傅在叫你。要有什么？我要你，师傅。丽君，你觉得怎么样？舒服多了。我再开张方子，内服外用。师姐，阿牛哥怎么样？他的毒真的能解吗？师姐他，怎么样？那这么说，我练的千出万毒手根本就没有用啊！也不尽然，可现在是刚练，毒还不深。如果你练了上百支、上千支，那我就解不了了。阿牛哥，我想问你，你怎么会懂医术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呐？怎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好像跟谜一样。你怎么样，师姐？药方，快者3天，慢者5天就没事了。景轩，快去抓药。师傅，半夜又怎么样？救人要紧，敲也要把药汤敲开，快！是，知道了。至于你们俩，师傅不可。我6大门派5天后约在一线峡会合，商讨围剿魔教之事。他们伤命军在先，留之无用。
师父，请听弟子一言。现在我们还不能够确定敏君师姐是否真的能够药到病除，有他们在身边，不仅便于照顾，也可防范师姐有什么万一。3、5天后就知师姐是痊愈还是毒发，那时候再拿他们抵命也是应当的。请师父为敏君师姐三思啊！景虚，通知我派弟子在9分里会合。是。芷若，你备辆马车，天一亮就出发。是，师父。汗水照顾之情，永不敢忘。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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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派我一线辖去了，我们也准备准备，前去凑个热闹。咪咪，我认为不是说好了不擅自主张的吗？我也认为去一线峡不好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们回来了。啊！铁官道任冷面先生、彭和尚，父王通知我们说是明教有难，我们就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赶了回来。好，布袋和尚说不得，还有周颠呢，在路上，应该这1、2天就到了。杨左使，听说你现在是代教主了？这已经是多年的事了，彭和尚没听说吗？自从杨教主驾鹤西归以后，大家都为当教主的事争来争去。我吴散人一气之下离开了明教，再也没有管明教的事。所以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代教主。这都是福王的意思。那就等福王到了以后再说吧。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正和武旗长吉使研讨应对，只是不知道6大门派如何围攻我光明。6大门派，知己难以知彼，真叫我头疼啊！啊，教主，又有消息传来了。一线峡5天后会合。我光明顶南北2面是峻岭，经东西2路可上山。瑞金旗守东面，巨木旗守西面，为制敌先机。洪水旗、烈火旗，趁6大门派尚未会合前，予以各个击破。朱坛主在，是否查出什么人给我们传递消息？怕是会泄底露馅，对方一直未表明身份。弟子尚有一事，教主为何不请天鹰教相助？是啊，有白眉鹰王，我们就多了份助力。我和鹰王有点过节，怕他拒绝。如果鹰王承认自己还是明教的人，弟子想他会捐弃私人成见。好，为明教存亡，你就着手去办吧。是。
魔教已知我6大门派围剿光明顶。这封信是向天鹰教告急的。天鹰教？天鹰教？师傅，纸条内容一模一样，可惜有一只鸽子漏网。有什么可惜？群魔聚会，一举而歼，岂不痛快？省得我们东奔西跑的乱追。这出戏可越来越热闹了。李堂主、白堂主，在！立即召集本教所有弟子赶往光明顶。是。等等，爹，明教的存亡跟我天鹰教无关。再说杨逍代教主跟我们又有私人恩怨，孩儿认为武林当中人人认为我天鹰教是明教的分支。现在明教有难，身为护教法王的我，若不全力去搭救，不但会落下话底，以后难以在江湖立足。爹，不用多说了，我已思之再三，权衡利弊之后，决定马上赶往光明顶。你和白堂主先去打前站，我随后就到。是。阿牛哥，我饿死了。人家灭绝师太没要我们的命，已经谢天谢地了。我看你就忍一忍吧。谢谢啊。谢谢啊。你身上的寒毒好了吗？好了，好多了。干嘛？我觉得你们好像认识啊。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小时候？小时候我认定的那个他，不肯跟我走，还咬了我。长大了，我一直在找他。那像你呀，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他，却能够相见。而我有心要找的人，却永远找不到。我相信，人只要有缘，就一定会相见的。你不要难过了。谁说我难过了？我吃得好，睡得好，一点也不难过。还嘴硬，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好了，我答应你，哪天碰上你的心上人啊，我会揍他一顿，替你出口气。阿牛哥，如果他能有你的3分体贴的话，那多好。